今晚維修呢一部係佛山嘅，今晚要加班過嚟，因為聽日要做生意就比較麻煩啲，因為而家呢兩組燒咗，後邊嘅兩條燒咗，嗰個位置出咗問題，因為炸嗰嘢好大鑊，呢條線炸壞咗。唉，頭都大晒，而家唔知要搞到幾點，因為又急住用，跟住呢啲機又唔係啲市面隨便可以見嘅機，而家就暫時就住兩週俾佢用住先，剩翻嘅過兩日過嚟先至再搞過，因為而家我都冇辦法，10個頭9個大。先用住整好兩週俾先啦，剩翻兩週，到時過兩日再過嚟再整過。我都唔想，可惜冇辦法。係啊，因為佢啲發熱線呢超級大條，好大條，比我哋一般嘅嗰啲仲要大，所以需要重新幫佢訂做，因為呢啲唔係一般普通嘅發熱線。好，我而家先整好呢兩個部分俾用住先。維修蒸餾，維修商用蒸餾，再運電器維修。